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。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莎士比亚装傻的好也是要靠才行的。他必须窥视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，了解他们的身份，还得看准了时机，然后像窥视田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夜莺一样，每个机会都不放松。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。莎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酬，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悲。莎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，是转瞬即逝的。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，有一颗美好的灵魂，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。莎士比亚万事总居首，全力采，不能再问良心。莎士比亚爱和看相同，烧起来的没法叫它冷却。莎士比亚一套衣服，一顶帽子的事像时髦不时髦，对于一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相干的。莎士比亚只披一阵烈风就能把乌云吹散，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场风暴。莎士比亚失去了诚信，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。莎士比亚我荒废了时间，时间便把我荒废了。莎士比亚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，恋人的眼中有他净化了的火星，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波涛。它就是最智慧的疯狂，等候的苦味，吃不到嘴的蜜糖。莎士比亚青春是块原料，迟早要制作成型。